进吧。我教官好，你好，查寝。你好。站那么远干嘛？报告教官，有点热。又是你啊！那我看你们这间宿舍要好好查一查。报告教官，周晓同学扔了违禁物品。什么违禁品？什么违禁物品？没有丢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要乱说。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哦，床上写着呢。对了，范舟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我没看到。没事没事，眼花而已嘛，我们原谅你了。原谅原谅。可能是我眼花吧。查一查吧。是。是。报告教官，我这边没什么问题。报告教官，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宿舍问题也不大，被子也叠得像模像样的。学校不让用大功率的电器，你们都知道吗？这要注意。好，走吧。是。是。教官再见，教官拜拜。怎么又是他？报告教官，我是觉得415宿舍有安全隐患。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可是刚才我真的看到那个女孩把纸板夹扔出去了，那东西功率特别大，挺危险的。请注意抓大放小，别揪着不放了。范舟，你刚才看到了对不对？没有。好了，查下一间吧，早点查完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是。有你们真好。今天晚上咱们炖猪蹄儿。哈。